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19章第1节到第9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房角石。盖房子需要地基，即便是以前早期在没有建筑师时期盖的平房，也都需要挖约3尺深的这个简单的地基，称为土笼或是地笼，让房子不容易滑动。地笼设好了之后呢，开始砌砖，就需要从非常重要的角落开始砌一个房角砖作为标准。像这种房角石的设置，对房子的建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而就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而言，那个重要的关系的基础就是遵行上帝的话语。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从不认识上帝到领受救恩，然后跟随上帝出埃及走向旷野，然后现在进入了西奈山区域。上帝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民这样说道：这就如同是老鹰以翅膀载着他们一样。因此上帝就要求他们要听从上帝的话语，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，标题就讲到的地点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即在第3个月初1那一天到了西奈的旷野。他们先离开利非定，然后到了西奈旷野。在西奈山下扎营，摩西上山朝见上帝。上主从呼唤摩西，要他告诉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说：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怎样对付埃及人。我背着你们，正像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，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归我自己。如果你们服从我，守我的约，你们就是我的子民，全世界都归属我，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，是神圣国度的国民，是侍奉我的祭司。于是摩西就下山，召集人民的领袖，把上帝命令他的事一一告诉他们。以色列人民一致说：我们要遵照上帝的话语。摩西就把他们的话回复上主。上主对摩西说：我要在密云中降临，来找你，使我的子民听见我和你的对话，从此都相信你。这是蒙恩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就是上帝在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身上已经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。彼得写给初代教会基督徒的信当中这样提到，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救恩的活石，是信仰的房角石。即便耶稣基督曾经受人厌弃，因而走上了各个他受苦的道路，但是上帝拣选他成为了上帝救恩的重要基础，
彼得劝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也应当要成为上帝拣选的活石。接着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了圣殿的重要基石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这样的说道：要亲近主，因为他是活石，虽然被人厌弃，但是上帝拣选他，珍惜他。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，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，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。接着，耶稣基督献上作为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。因为圣经上说，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，作为锡安的墙角石，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。对你们信的人来说，这石头是非常宝贵的。可是对那一些不信的人，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石了。在圣经的另一处说道，这一块绊脚的石头是使人绊倒的石头，他们绊倒了，是因为他们不信真理，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旨意。但是你们蒙拣选的种族，是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，进入他辉煌的光明，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。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他的子民。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已经得到他的怜悯。基督徒不但应当要领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救恩，更要在他这房角石上建立美好的信仰，更要成为建筑救恩圣殿的活石，一起来建造上帝恩典之物。诗篇19篇，上帝创造的荣耀。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日日述说，夜夜传播，无言无语，无音无响。然而他们的音讯传遍人间，他们的言语远达天涯。上帝在天空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像是新郎走出洞房，向勇士欢欣奔入。他从天的这一边出来，绕到天的那一边。他的热量普及万物。上帝的法律完备，使人的生命更新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使愚蠢人得智慧。上主的法则公正，使顺从的人喜乐。上主的训诲透彻，使人的心眼明亮。上主的规范纯真，永远留存。上主的判断准确，始终公道。他们比金子可贵，胜过最精纯的金子。他们比蜂蜜甘甜，胜过最纯净的蜂蜜。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深警惕，仆人谨守，获益无穷。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？求你宽恕我无意的过失，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，不容许罪恶支配我，这样我就能够成为无可指责的人，免犯悖逆重罪。上主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者，愿我的言语，我的心思都蒙你悦纳。感谢主赐给我们基督活石，建造了我们的生命，
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成为活石来建造教会。愿我们都活出美好的见证，能够容神一人，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建造属天的圣殿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